Hello，各位馬迷啊，我早市啊，今個禮拜日4月20日，雪蘭莪又會有12場賽事上演㗎。開跑時間係中午12點30分。咁所採用跑道方面咧，頭嗰5場都係呢個 E 跑道，即係闊16米嘅長直路。跟住嗰4場咧就係 E 跑道嘅短直路，而最後嗰3場咧就係第二跑道嘅。咁騎師方面咧，就有之前喺新加坡騎嘅法國籍騎師雷馬克咧，將會長駐過嚟呢邊發展㗎。咁今次咧應該都有啲實力馬喺手嘅。事不宜遲啦，先講第一場係呢個5班嘅1500米，呢一場比較低分嘅組別。我揀咗1號嘅森林金，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森林金一場3月30日嘅1300米賽事喺怡保跑嘅，咁起步咧比較慢啲，而家藍衫包尾嗰隻嘅，咁而家前面放咗出嚟咧，貼欄就有隻流光如箭啊，跟住開面咧就有隻清者自清而家過咗去，咁而家森林金咧喺外檔嗰度進佔尾二位置嘅，咁呢場賽事咧1300米開始跑去轉彎啦，清者自清自己放咗出嚟咧，有個幾馬位嘅。跟住咧，流光如箭就退居第三貼欄嘅。咁然之後咧，開面有隻馬，呢場頭馬咧，嗰個大官人咧，而家大約咧就喺第7位藍衫嗰隻。咁而家個森林金咧，暫時都仲喺尾二開始轉彎㗎。咁入到嚟直路咧，清者自清咧就篩咗出去中檔嗰度。流光如箭咧就喺入邊嗰個攝上嚟嘅。咁佢出邊咧仲有隻呢個瑞陽嗰啲馬嚟嘅。咁呢個大官人咧，而家望空咗開面咧，紅帽藍衫嗰隻開始衝緊㗎。反而嗰個森林金咧，而家咧仲係喺個尾二尾三度拉出去大外檔嘅。咁而家前邊咧幾隻馬並排咁樣衝刺，喺開面嗰隻咧大官人嗰個去勢比較好啲嘅，但係咧森林金就係嗰條跑線啦，佢又好似令到個森林金咧望空唔到，咁森林金咧最後咧上嚟啱啱跑第4嘅。咁嘅森林金咧嚟咗大馬之後3次上陣都係跑啲3、4名嘅，其實嗰個表現都唔算好差嘅。咁同埋佢幾次都係跑啲較短嘅路程，後上不及，咁所以今次咧真情跑呢個1500米咧應該有機會打開勝門嘅。咁次選方面都會揀翻9號嘅皇冠之舞，咁呢隻馬近期都係以個均速跑法都係放到翻嚟。打入三甲嘅，雖然未贏到啊，咁但係始終喺低班馬嚟講咧，放頭跑快比較殺食嘅，都係正路配腳之選。咁第三選咧，我會揀翻7號嘅開心戰士。咁呢隻馬上次咧跑比較長啲嘅路程，後上跑第3。咁今次咧雖然係縮程跑咗1500嘅，但係有翻個一檔起步，早段咧如果唔係太落後嘅話，都有權後上揸一席嘅。第一場我嘅順序提供係1號嘅森林金、9號嘅皇冠之舞同埋7號嘅開心戰士。咁第一場賽事都係比較低班嘅場合啦，策略上咧捧呢個1號森林金 Win Pay 又比較穩陣啲嘅。跟住係第二場都係5班1500米，一場比較高分嘅組別。我揀咗2號嘅步步為營，上一次贏馬片段同大家分享。呢一場步步為營係4月6日嘅1500米賽事，起步咧呢一場佢反而唔係好快嘅，而家十喺馬群之中嘅，暫時咧都係俾馬遮住，已經大約咧跌到落去尾3、尾4位置嘅紅紅地色衫，而家咧攝咗上嚟第2碟嘅，咁而家前面放咗出嚟咧長雲榮耀咧唔係放得好快嘅，咁跟住咧就有隻羅騎將軍啊，然之後太平美麗啊。反而嗰隻過江龍咧起步慢咗，而家上到嚟咧貼欄第3位嘅。反而嗰啲步步為營咧，而家仲喺較後位置喺第2碟嗰度，而家係尾4紅紅地色衫開始轉彎㗎。咁而家前面放咗出嚟咧，仲係長雲榮耀嘅，跟住係羅騎將軍，跟住就係呢個過江龍貼欄咧，開面就有隻太平美麗嘅。咁跟住太平美麗開面上咗紅色衫嗰隻閃電女俠嘅。咁而家咧步步為營咧，仲係跟住喺中檔嗰度尾4位置嘅。咁而家開始轉彎啦，長雲榮耀咧仲係控制住嗰步速，咁跟住嗰隻羅騎將軍上嚟拍住佢噶啦，
太平美麗咧喺外邊嗰個推落去反應咧，就反而唔夠開面嗰隻閃電女俠咁勁啊！咁而家嘅步步為營咧就攞咗喺中檔嗰度，慢慢咧攞出去外邊嗰個衝刺嘅。咁而家前邊咧長雲榮耀咧就拍住隻閃電女俠鬥嘅。咁而家步步為營咧先望空咗，但係咧落後兩三個馬位咧，呢幾步已經追整咧大約個零馬位嘅。咁入邊一對馬咧鬥落去都係糾纏不清之下咧，步步為營最後一步咧過咗呢隻長雲榮耀，贏咗呢場賽事嘅。咁嘅步步為營咧，已經嚟咗大馬兩戰兩捷㗎。咁今次咧仲係留翻喺5班角逐，而且上次咧早段嗰個位置嘅幾劣勢之下都可以贏馬咧，今次應該好大機會可以3連捷升班㗎啦。咁次選方面咧，我揀翻1號嘅奔馳冠軍。咁呢隻馬嚟咗大馬之後2次上陣都冇表現嘅，不過名次其實唔算太後。咁睇翻佢咧，之前喺新加坡贏馬嗰場咧就係跑5班賽嘅，咁今次第一次喺大馬角逐5班賽咧都有權係立即反彈嘅。咁第3選咧揀翻10號嘅閃電女俠。咁呢隻馬啱啱睇嗰條片步步為營贏馬嗰場咧，佢係跑第3嘅，咁所以咧今次都係揀翻去做第3選，係一個正路嘅選擇嚟嘅。第2場賽事我嘅順序提供係2號嘅步步為營、1號嘅奔馳冠軍同埋10號嘅閃電女俠。咁策略上咧，2號嘅步步為營已經連贏2場啊，可以揾佢做呢個2重彩嘅單膽。咁配腳咧就拖翻1號嘅奔馳冠軍同埋10號嘅閃電女俠就足夠㗎啦。跟住係第3場喺個4班1300米比較低分嘅組別，我揀咗2號嘅獨佔天下，上一次贏呢個路程嘅片段同大家分享。一場獨佔天下係3月9日嘅4班1300米賽事，咁佢排內檔起步嘅，起步咧其實唔算太慢嘅，已經喺4檔嗰度咧捽咗出嚟切埋欄㗎啦。咁而家前面放咗出嚟嗰隻咧就係老地色衫嘅飛躍進嘅，咁開面上嚟咧就有隻富田威，貼欄藍衫嗰隻咧就係呢個聖宇嘅，開面仲有呢個超級杯。咁而家呢個獨佔天下咧就喺呢個第2碟嘅第3位，而家攝埋欄開始轉彎㗎啦。咁而家前面嗰隻飛躍進咧轉彎又轉得唔係好順喎，咁啊走走下走出去中檔嘅，咁就頂埋嗰隻富田威出去。咁獨佔天下咧嗰個位咧就好着數啊，因為一路貼欄嘅，而呢個飛躍進咧一路轉彎一路飛咗出去外檔嗰度咧，獨佔天下咧就貼欄啦，一路上嚟咧望空就無遮無擋嘅。咁開面咧超級杯咧就蝕咗啲位上嚟，追勢咧唔係太勁，反而咧藍衫嗰個聖宇咧喺中檔嗰度串緊上嚟嘅。咁咧最後階段咧獨佔天下咧打兩邊之後咧放嚟呢個飛躍進都有個幾馬位㗎。咁飛躍進咧西完出去外檔之後咧，而家打上嚟咧又要追貼翻嗰隻獨佔天下嘅。咁兩隻馬咧鬥落去咧，最後獨佔天下咧都係走甩咗㗎。咁以呢個唔夠一個馬位咧，首先衝線，飛躍進係跑翻去第2嘅。咁你獨佔天下嚟咗大馬之後咧，3場頭馬都係跑呢個1300米所得嘅。第一場告甩咗對手之後咧，之後2次贏馬都係跑翻呢個1300米，咁所以今次咧小休咗一排之後咧，都係揀翻呢個1300米上陣咧，應該都係有心繼續出擊㗎啦，有權咧係喺呢個路程贏第4場嘅頭馬嘅。咁次選方面咧，會揀翻6號嘅格魯丹。咁呢隻馬之前咧喺大馬上陣用呢個主動跑法都有好表現嘅，咁今次咧唞咗一排之後試習嘅火氣都唔算太差。如果佢可以用翻前置嘅跑法咧，都應該會有一定嘅威脅力嘅。第3選我會揀翻12號嘅強者。咁呢隻前新加坡馬咧初出喺大馬已經係跑第2，咁但係咧其後嗰個表現又好似反覆啲。不過上一場咧跑短啲嘅1200米咧，其實早段大讓賽嘅情況之下都追翻唔少失地，咁所以今次真情角逐1300米再排呢個1檔起步咧，都唔可以話太過睇小佢嘅。第3場賽事我嘅順序提供係2號嘅獨佔天下、6號嘅格魯丹同埋12號嘅強者。咁呢場賽事咧實力比較平均啲嘅，策略上咧就用翻頭先我介紹嗰3隻，2號嘅獨
獨佔天下6號嘅格魯丹同埋12號嘅強者，買呢個鐵角位置 Q 係比較划算嘅。跟住係第四場都係4班1300一場比較高分嘅組別，我揀咗5號嘅雙寶寶，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雙寶寶呢一場係4月6日嘅1200米賽事，起步咧排外檔啊，而家紅眼罩有少紅袖，而呢個黃衫嗰隻咧已經係跟咗出嚟，都係喺前列嗰度嘅。咁但係呢場咧有好多馬搶啊，咁我而家一路喺外檔嗰度搶埋嚟咧，都係被頂啦成3-4碟嘅。咁而家前邊咧放出嚟轉彎㗎啦，貼欄咧就有隻發財星嘅，第二碟就係戰星，咁佢又喺第三碟、第四碟咧就係之前啱啱贏馬嘅都得嘅，咁4隻馬咧拍住轉彎，外檔嗰啲馬啊梗係蝕底啲㗎啦。咁而家前邊咧發財星一路頂住係戰星嘅，第三碟就係呢個雙寶寶啊，咁跟住咧就係呢個都得嘅。咁而家轉彎嗰陣時咧，就呢個發財星已經俾個戰星過咗㗎。雙寶寶啊，而家仲一路爭持緊，反而佢開邊嗰個都得咧已經係冇乜力㗎啦。咁而家前面戰星咧就喺中檔嗰度透出咗，雙寶寶啊已經係俾前面嘅馬拋甩咗啊，但係都維持到走勢嘅。而家前邊嗰個戰星咧，前邊都係搶多咗啊，最後俾外檔嗰隻馬咧過咗，咁而呢個雙寶寶咧都過到入邊嗰隻發財星咧，跑翻去第5嘅。咁隻雙寶寶嚟咗大馬之後，表現似乎係梅花間竹嘅。咁但係呢隻馬其實有特性咧，就係要自己一隻放先會跑出最高水準。咁所以今次真情角逐咧，同埋同場嘅快馬唔算太多嘅情況之下咧，佢應該可以自己一隻咁樣控制步速，又可以咧施回馬槍㗎啦。咁次選方面，我揀翻3號嘅神行太保。咁呢隻馬嚟咗大馬之後一出即勝咧，個表現其實好出色嘅。咁但係最近嗰2場咧，嗰個演出咧係有走樣之感嘅。尤其是上一仗咧已經換咗恩里克上陣嘅，不過出閘已經慢咗咧，全程喺外碟嗰個角逐咧輸咗都唔可以作準嘅。今次人馬再合作咧，如果佢發揮比較好啲，出閘順利嘅話咧，隨時都可以由松變龍嘅。第3選啦，我揀翻11號嘅步飛龍。咁呢隻馬嚟咗大馬之後2次贏馬，其實個走勢都好輕鬆嘅。不過今次考慮嘅地方咧，就係升咗班角逐之餘咧，由呢個怡寶轉翻過嚟雪蘭莪角逐咧，對手可能會比怡寶係強少少嘅，咁所以咧作配比較合適。第4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5號嘅雙寶寶、3號嘅神行太保同埋11號嘅步飛龍。咁策略上咧，雙寶寶呢一場咧應該可以自己一隻放咧，捧 Win Pay 咧係比較合適嘅。跟住第5場都係4班1300米，都係高分嘅組別。我揀咗10號嘅烈火，上一次贏馬片段同大家分享。呢一場烈火係4月5日嘅1200米賽事，佢係排呢個5檔起步嘅藍帽紅衫咧，出閘咧唔算太慢嘅。咁而家前邊咧搶咗出嚟咧，貼欄咧就有隻鐵風嘅。咁跟住咧就有隻白金王子喺第2位，然之後咧貼欄就有隻火鳳凰嘅。咁而家烈火咧就跟住嘅火鳳凰，大約咧喺第6、7位轉彎。咁而家前邊嗰隻鐵風咧放嚟成個幾馬位，跟住就係呢個白金王子嘅。然之後咧就有呢個火鳳凰拍住嘅活龍。咁跟住嗰隻烈火咧就一路咧都係貼欄咧，而家大約咧喺呢個第5位度啊上到嚟。咁嗰隻火鳳凰咧就騎師甩咗個腳踏啊，所以烈火而家已經順勢咧就移咗出去外檔嗰度上㗎。咁而家前邊咧嗰個鐵風咧入嚟咧就係領先成個馬位嘅。咁然之後呢個白金王子咧抽出中檔上㗎，而呢個烈火咧一路望空咧追上嚟個反應都幾好嘅。咁留意咧，而家鏡頭最尾嗰隻咧就係有隻叫強者稍後長此有份跑嘅。咁而家前邊咧嗰隻白金王子咧已經過咗入邊嗰隻鐵風啊，但係烈火呢2步咧已經過埋嗰隻白金王子咧，好輕鬆咁贏咗呢場賽事㗎。反而後面嗰隻強者咧而家一路衝上嚟，衝翻去第5嘅。咁嘅烈火咧，前新加坡馬過咗嚟大馬角逐咧，第一場嗰個表現咧其實唔算太出色嘅。咁但係熱身咗一仗之後咧，上一次贏馬姿態咧係幾輕鬆嘅。咁所以今次咧仍然都係留翻喺呢個原班角逐咧，應該都可以再下一城㗎啦。咁次選方面咧，我揀翻6號嘅神鷹戰士。咁呢隻馬近3仗咧都係入3甲而未贏馬嘅，咁所以咧呢啲馬
今次排到一檔起步咧，跑法上係進可攻退可守嘅，亦係正路配腳之選嚟嘅。第三選咧，我會揀翻1號嘅飛馬61。咁呢隻馬嚟咗大馬之後咧，4班嘅表現係比較出色嘅，咁所以之前咧3班嗰個上陣連番落敗咧，上次落翻嚟4班跑即刻可以入到前2名啊，證明呢隻馬咧喺4班嗰個幾着數。咁今次真情角逐咧都唔可以太過睇小佢嘅。第5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10號嘅烈火、6號嘅神鷹戰士同埋1號嘅飛馬61。咁策略上咧，烈火啱啱新勝游泳同埋已經適應咗依邊嘅水土咧，應該咧係坐2望1之選嚟嘅。Q 同埋位置 Q 咧就拖翻1號嘅飛馬61同埋6號嘅神鷹戰士。跟住第6場係個限3歲嘅未勝馬跑1200米，我揀咗2號嘅生命之樹，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呢一場生命之樹係4月6日限3歲馬嘅1400米，係杯賽場合嚟嘅。佢係排6檔起步，呢一場咧佢係全黑彩衣嘅，起步其實有一跳一跳嘅。咁佢隔離嗰隻咧就係盜馬已經出咗嚟㗎啦。咁而家前邊咧嗰隻生命之樹咧就比較落後啲嘅，一路都喺第3疊嗰度。開面咧有啲馬殺埋嚟嘅，嗰隻盜馬咧都唔會搶得好急嘅，而家喺第5、6位。咁而家生命之樹咧其實一路都喺第3疊嘅轉彎嘅就嚟。咁而家前面放咗出嚟咧就係嗰隻足益救啊，然之後咧仗劍天涯咧就貼欄嘅，跟住外檔就係勇士飛馬。咁而家生命之樹一路跟住咧開面嗰隻馬國夢想嗰度上緊嘅，反而嗰隻盜馬一路有遮擋貼欄嘅位置。咁而家前面轉彎嘅足益救咧放得唔算太快嘅啫。咁跟住咧開面嘅馬國夢想已經上咗嚟㗎，中間啊夾住呢個勇士飛馬，貼欄咧就有隻仗劍天涯。咁呢個盜馬咧喺4隻馬之後咧，而家攝咗入欄嗰度咧已經望空咗上嚟㗎。反而生命之樹咧就塞咗出去大外檔嗰個蝕啲位嘅。咁咧前面咧盜馬咧入咗嚟，最後直路咧已經係彈得晒後面啲對手啊。咁其他馬喺度爭緊腳嘅啫。咁依隻咧生命之樹其實嗰場賽事咧蝕位都幾多㗎，而家咧俾入邊嗰啲馬咧已經過咗啊。咁而家盜馬已經奠定勝局㗎，但係生命之樹咧追下咧越追越勁，喺外檔嗰度咧過埋入邊嗰啲馬咧搶咗個第2嘅。咁嘅生命之樹咧，其實初出嗰場咧已經係表現幾出色，跑第2嘅，但係咧連仗上陣咧表現有啲反覆啊。但係上一次咧同啲贏過馬嘅新馬跑1400米咧都可以喺劣勢之下入 Q 咧，今次咧跑翻啲未勝馬賽縮程上陣咧，應該可以打開勝門嘅。咁次選方面咧，我揀翻1號嘅脈衝彈。咁呢隻馬嚟咗大馬之後咧，3次上陣都跑第2，係輸咗俾啲較強嘅對手啊。咁呢隻馬喺未勝馬賽咧，應該都幾穩陣嘅，應該都係穩位望贏之選嚟嘅。咁第3選咧，揀翻啲初出馬啦，其中咧12號嘅不難不做咧，試閘嘅次數係比較多，而且連仗咧都喺前列嗰個翻嚟嘅，已經係做足呢個準備功夫先上陣，一出有權推翻大局嘅。第6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2號嘅生命之樹、1號嘅脈衝彈同埋12號嘅不難不做。咁策略上咧，應該係呢個1號嘅脈衝彈同埋2號嘅生命之樹咧，兩隻馬都幾穩陣嘅，可以咧作為呢個單 T 嘅雙膽，再拖其他馬匹。跟住第7場喺個3班1200米，我揀咗1號嘅大哥，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大哥呢一場係4月6日嘅3班1400米，佢係排1檔起步嘅，起步咧藍衫藍白袖有啲藍帽嗰隻第一隻彈咗出嚟㗎啦。咁而家放咗出嚟咧，一路貼欄咧就撳翻住嘅。咁開面嗰啲馬咧一路追上嚟咧，都暫時追唔到，而家帶嚟半個馬位嘅。之後咧就有隻版本人啊，跟住咧就呢啲太平戰士同埋呢個海灣雄鷹嘅。而家開始轉彎咧，大哥咧就係一路扣住領先半個馬位。咁跟住第2位咧就係嗰隻版本人啊，然之後咧貼欄咧就有隻大爆發已經上咗嚟㗎。嗰啲海灣雄鷹咧。而家第4位轉彎啦，反應唔係太好嘅，太平戰士咧一路西咗出去外檔嗰度上，
咁而家開始轉彎啦，大哥就係領先一個馬位到嘅。大爆發咧喺中檔嗰度喘緊上嚟㗎啦，咁然之後咧呢個版本人咧仲喺第三位，嗰個海灣雄鷹咧打落去嗰反應都係麻麻地嘅啫。咁大哥咧入到嚟最後階段咧就係頂住嗰隻大爆發嘅，咁入邊咧有啲馬衝緊上嚟咧幾勁㗎，咁而家前邊咧仲係大哥一路頂住咧大爆發，然之後咧後面嗰啲馬咧就喺入邊嗰個咧攝咗上嚟，有隻馬咧幾勁嘅，咁但係咧而家最後階段咧大哥就係領先少少嘅，但係咧俾入邊嗰隻馬咧，呢隻就係呢個豹子頭咧，已經過咗去㗎，最後大爆發跑翻第二、第三隻大哥嘅。咁嘅大哥嚟咗大馬之後咧，之前跑得比較高級數嘅賽事係輸咗無話可説嘅。但係上次咧一降落嚟三班角逐咧，已經喺1,400米嗰個放入一席㗎。以佢上一仗嘅跑法咧，今次縮程跑個1,200米咧，應該會有更好嘅灌注力。仍然排翻個內檔起步咧，有權係一放到底嘅。咁次選方面都會揀翻9號嘅太平飛船。咁呢隻馬之前連仗都喺1,200米咧有接近嘅演出嘅，但係上次咧就縮程跑呢個1020米咧就追唔切落地嘅，咁所以今次跑翻1,200米應該更有利嘅去追趕之下咧，又可以喺三甲之中佔一席㗎啦。咁第三選咧，我揀翻3號嘅白龍區。咁呢隻前澳門嘅同名馬咧，其實有大馬之後都未甩過三甲嘅，今次仲要排翻個內檔起步咧，有利佢發揮。都應該咧係前列分子，唔可以抌咗佢嘅。第7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1號嘅大哥、9號嘅太平飛船同埋3號嘅白龍區。咁策略上咧，其實頭先講3隻馬咧有放有追，亦都有守好位嘅，咁就用呢3隻馬咧鐵角 Q 同埋位置 Q 咧係幾穩陣嘅。跟住係呢個第8場都係3班1,200米，我揀咗4號嘅獵鷹一月，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獵鷹一月呢一場係3月23日嘅1020米賽事，咁換咗邵艾洛奇嘅起步咧，佢係淺藍衫嗰隻，雖然等一等啊，但係都唔算太慢嘅。而家喺貼欄咧第6位度，咁放咗出嚟咧就有一隻快馬虎媽，跟住有名勝貼欄嘅，然之後就有呢個大憲獎啊，跟住有啲極速夢想。咁而家呢隻獵鷹一月咧，我都係跟住佢啲前領馬後面有遮擋嘅第6位開始轉彎嘅。咁而家前面放咗出嚟咧就係呢個虎媽啦，老實人啦，呢一場嗰個際遇係比較差啲嘅，一路都係頂住喺第4碟嗰個轉彎嘅。咁而家獵鷹一月咧就一路跟住嗰個名勝嗰條路上嘅，咁入到嚟直路咧，虎媽就領先少少，但係名勝咧而家移翻出嚟咧追嗰隻虎媽嘅，獵鷹一月咧又攝翻入去入邊嗰個上咧就唔係好夠位嘅，咁而家前邊咧虎媽咧已經俾名勝咧追到㗎，咁而家獵鷹一月咧而家喺中檔嗰度咧，其實咧同一個白龍區一齊咁樣上咧，唔係太過望空到嘅都，但係最後咧名勝贏咗場賽事，而獵鷹一月咧都頂到個第2嘅。咁嘅獵鷹一月咧都係前新加坡馬嚟嘅，喺當地咧其實都跑過啲比較級數高嘅賽事咧，都有好表現。咁所以咧，今次喺呢個大馬上陣，既然上一次咧已經首度上名啦，應該適應水土方面咧已經係有進展㗎。仲要咧用翻上一次嘅配搭邵艾洛上陣咧，真情角逐更有去追趕，有權係打開大馬勝門嘅。咁次選方面咧，我揀11號嘅太平西洋。咁呢隻馬之前咧都介紹過喺1,400米咧，差啲係一放到底嘅。咁上次咧起步失機之下咧輸咗，其實都唔可以作準嘅。今次咧縮程跑呢個1,200米，流放上咧更加冇後顧之憂嘅，隨時又可以變身嘅。咁第三選咧揀翻7號嘅老實人。咁呢隻馬嚟咗大馬係一出即勝咁，但係上次再出咧。我哋今次賽事揀啲片咧，睇到佢其實沿途嗰個形勢係好不利，因為喺4碟嗰個轉彎嘅，咁所以翻嚟咧力弱係可以理解。咁今次咧排翻個內檔起步咧，形勢又轉翻好嘅話咧，隨時咧又可以施回馬槍㗎啦。第8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4號嘅獵鷹一月、11號嘅太平西洋同埋7號嘅老實人。咁策略上咧，獵鷹一月咧上一次啱啱先有好表現嘅，應該都會有好嘅演出㗎。捧 Win Pay 咧係比較穩陣嘅。跟住係第9場喺個優越 A 級賽1,200米，
我揀咗6號嘅黑貝，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黑貝呢一場賽事係4月6日嘅優越 A 級賽1000米，係佢第一次嚟咗大馬之後首次上陣嘅。咁起步咧，呢一場咧諗住就有隻快馬證人嘅，而家放出嚟嘅，但係黑貝咧呢一場排外檔嘅，一早望空咗咧，撳住咗上嚟拍住嗰個證人嘅。咁後面咧仲有呢個完好無缺喺第3位，跟住精神寶寶呢場表現麻麻地嘅，反而開面嗰隻赤寶雪慧咧跟咗上嚟㗎啦。咁樣前邊咧證人咧跑開1200米嘅馬咧，竟然俾嗰隻黑貝咧一路燒住佢嘅。而家黑貝咧其實都冇乜流放啊，一路咧同佢鬥燒喺外檔望空咗㗎啦。咁放嚟成2-3個馬位之後咧，先有完好無缺啊，同埋呢個赤寶雪域嗰啲馬嘅。反而精神寶寶咧，而家想移翻出去外檔上咧，推騎嘅反應咧都唔係好好嘅。咁一入到嚟直路啊，嗰隻證人咧而家又過翻隻黑貝嘅。咁但係黑貝咧喺新加坡不嬲都係跑啲比較長啲嘅路程嘅。雖然而家已經俾佢完好無缺嗰個喘上嚟過咗啊，咁但係一路都係維持喺第3位嘅。外面嗰隻灰馬咧赤寶雪域咧追下過埋呢隻黑貝啊。咁而家前面咧完好無缺咧帶嚟少少嘅，但係嗰隻赤寶雪域咧追下近啲，最後嗰階段咧過埋完好無缺啦。呢個黑貝咧過咗證人之餘咧，仲有啲翻師之力嘅，而家越追越近咧，追翻嗰隻完好無缺跑翻去第3嘅。咁嘅黑貝前新加坡馬喺當地其實跑啲中距離比較合腳法嘅，咁但係上一次咧第一次喺大馬上陣跑呢個1400米咧，早段竟然可以拍住呢個快馬證人咧，仲要鬥燒之下翻嚟咧，係唔係太斷之下跑第3咧？證明呢隻馬喺大馬跑啲短啲嘅路程咧都會勝任嘅。咁所以今次咧進一步縮程跑個1200米，只要早段咧唔係好似上一場咁樣咧冇乜流放，一路望空有少遮擋嘅話咧，可以係打開佢啲大馬勝門嘅。咁次選方面咧揀翻8號嘅諾亞克汗。咁嘅咧係冬菇金杯1級賽民主咧，今次跑咗優越 A 級賽咧，仲係受讓榜，其實都幾着數啊。不過今次咧一定係成為眾矢之的嘅大熱門咧，咁就揾佢做副選。咁第3選咧揀翻7號嘅赤飛龍，咁嘅前澳門嘅同名馬啦，嚟咗大馬，雖然未贏過馬，但係之前嗰有兩場咧跑咗相同路程都係跑第2嘅。咁今次賽前咧試咗課習先嚟，再要排翻個內檔起步，跑法上咧應該唔會咁被動嘅，都係前列分子嚟。咁第9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6號嘅黑貝、8號嘅諾亞克汗同埋7號嘅赤飛龍。咁策略上咧6、7、8呢3隻馬咧其實都係各擅升場嘅，咁就以鐵角 Q 同埋位置 Q 係比較穩陣。跟住第10場喺個4班嘅1020米呢場係比較低分嘅組別，我揀咗2號嘅太平天使，有一次贏馬片段同大家分享。太平天使一場係4月6日都係1020米嘅4班賽事，佢灰馬排內檔起步啊，而家起步都幾快嘅，已經出咗嚟咧，白帽橙衫好易認嘅，都係太平係傳統嘅彩衣嚟嘅。咁而家前面放咗出嚟咧就係嗰隻快馬神龍出海啊，但係近期呢隻馬放咗出嚟咧，翻嚟都會斷嘅。咁所以呢個太平天使咧，呢一場因為留守喺貼欄嘅第4位咧，其實都幾着數嘅。開面上咗嚟咧，就有隻戰士61啊，跟住有金蛇令嗰啲馬。咁而家太平天使一路拍住呢個金蛇令咧，就喺呢個神龍出海後面有遮擋入直路嘅。咁而家前面呢個神龍出海咧放嚟都係成個幾馬位嘅，但係咧金蛇令啊西咗出去少少啊，益晒呢個太平天使喺中檔已經望空咗，直追嗰隻神龍出海㗎啦。咁咧而家前面嗰隻太平天使咧追剩咧1個馬位，但係神龍出海咧近期都係捱唔到尾咁，最後階段咧太平天使好輕鬆咧已經過咗嗰隻神龍出海啊！嗰個御寶精靈咧呢一場又跑得幾好啊，喺中間嗰度一路上嚟咧追翻去第2嘅。太平天使咧跑呢個1020米，其實跟順後咧會發揮一段幾好嘅後勁，咁所以今次早段咧都有幾多快馬底下，佢只要喺8檔咧 cut 到埋嚟，大約咧1、2疊嘅位置咧，應該咧3甲1席係以佢最穩陣嘅。咁次選方面咧，佢揀翻1號嘅型仔喜悅，咁呢隻馬最近連贏2場咧，而且越贏越易嘅。
咁但係今次咧考慮到嗰個檔位就冇佢上一場夜馬咁好啊，咁所以咧就揾佢做副選。第三選咧，我揀翻9號嘅第一滿。咁呢隻馬其實實力都見盡㗎，但係跑呢個路程咧，如果佢排到個內檔起步跟順之後咧，一定會交出一段幾好嘅後勁。咁所以今次咧排咗一檔起步，評分雖然唔係話太着數啊，都有權喺三甲之中佔一席。第10場賽事，我嘅順序提供係2號嘅太平天使、1號嘅型仔喜悅同埋9號嘅第一滿。咁策略上咧，頭先講三匹馬咧，其實都係1020米嘅專家嚟嘅，咁買呢個鐵角 Q 同埋位置 Q 咧係比較划算嘅。跟住係第11場喺個5班1150米係高分嘅組別，我揀咗1號嘅林家西內，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林家西內呢一場係4月6日嘅1200米賽事係排最外檔起步嘅。咁起步咧，佢就被逼咧留翻去最後啊，開始攝埋嚟嘅。而家喺外檔嘅尾二位置嘅。咁而家前邊咧放咗出嚟咧，就有隻紅太陽啊，跟住咧就有禮拜一嘅。咁而家林家西內因為喺尾二嗰度都係喺外檔嗰度轉彎嘅。咁而家前邊咧禮拜一咧就放咗出嚟啦，跟住紅太陽咧就扣翻住喺第3位，開面咧仲有啲馬又過咗去啊，就係呢個金剛璀璨嘅。咁而家呢隻咧林家西內咧就好啲啊，喺尾二位置啊攝翻落去咧，大約係呢個第2碟度轉彎嘅。咁而家前邊嗰隻禮拜一咧就一路走出中檔，咁啊益晒嗰隻紅太陽喺內檔嗰度兼上嚟嘅。咁而家林家西內咧就打幾邊，但係咧仲未望空到嘅。而家前面咧紅太陽已經全速咧已經出咗頭㗎啦。咁而家林家西內咧出大外檔上嘅。咁紅太陽有少少外閃咧，撞咗出邊嗰啲馬，但係咧呢個林家西內咧，呢度咧仲係成喺第5、第6位嘅。到終點嗰陣時咧，紅太陽咧呢幾步咧氣勢比較弱啲，但係都頂到贏馬。林家西內咧就跑第3。咁林家西內一條片咧，其實上個禮拜都分享過啊，不過佢嗰場賽事咧最後就取消咗，咁所以啊留翻今次咧再上陣嘅。咁但係雖然今次嗰個檔位形勢咧就冇上個禮拜原先嗰場咁好啊，咁但係今次呢一場賽事咧早段嘅快馬幾多啊？佢排外檔起步咧，立心留後衝一段咧，都應該係三甲最穩嘅一隻馬。咁次選方面咧，我揀翻2號嘅權限。咁嘅12歲老馬咧，已經累積咗15場頭馬嘅賽績咧，係值得尊重嘅。咁之前咧連翻4班角逐嗰啲劣績亦都可以抹去，今次降班上陣咧可以突如其來㗎啦。咁第3選咧，我會揀翻個9號嘅迷霧幻鏡。咁呢隻馬都係前新加坡馬嚟嘅，雖然嚟咗大馬試集嘅表現咧就唔係話太出色啊，咁但係又係啲跟順後咧都應該可以發揮到小後勁嘅馬，喺今場多快馬場合咧應該大派用場，都可以拖埋佢嘅。第11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1號嘅林家西內、2號嘅權限同埋9號嘅迷霧幻鏡。咁策略上咧都係林家西內比較穩陣啲嘅，可以做呢個位置 Q 膽埋 Q 膽啊，腳就係拖翻2號嘅權限同埋9號嘅迷霧幻鏡。跟住係第12場都係5班1150米高分組別，我揀咗10號嘅烽火戰神，最近一次試集片段同大家分享。咁起步咧其實唔算太慢嘅，因為外檔咧紅帽有啲紅白衫嗰隻跟咗出嚟嘅。咁但係呢一組咧個走勢比較出色咧，就係中間白眼罩淺藍衫嗰隻小興快跑啊。咁而家一組咧已經係帶咗出嚟少少啊，反而嗰個烽火戰神咧一路喺外檔嗰度扣住，而家暫時喺第4位咧，轉彎其實都湧咗上嚟嘅。咁而家嗰隻小興快跑咧中檔突出少少嘅，之後呢隻馬再出2次咧係一冠一季嘅。咁而家嗰隻烽火戰神咧就飛咗出去大外檔嗰度，反而咧內檔嗰啲馬攝咗上嚟咧，就有隻中間嘅活龍啊，跟住咧入邊嗰個黃衫嗰隻馬咧，亦都係呢個推騎緊嘅，反而小興快跑比較輕鬆啲嘅，而呢個烽火戰神亦都係好輕鬆嘅，而家咧一路都係撳住嘅，開面嗰啲馬咧過咗去，佢又鬆少少咧，已經過埋入邊嗰啲馬㗎，咁最後階段咧入中間嗰隻咧就贏咗嘅，咁呢個烽火戰神咧雖然係跑第6個終點啊，咁但係佢其實沿途嗰個走勢都幾輕鬆嘅。
咁一烽火戰神咧試閘其實咧都係一路喺後面扣住同埋攝位翻嚟咧，雖然名次係後啲，但係輸俾贏試閘嗰啲馬其實唔係好遠嘅。咁睇呢一課試閘咧已經係操好先上陣嘅，隨時咧排外檔起步咧都可以將對手殺個措手不及。咁次選方面都揀翻7號嘅純高至尊。咁呢馬其實上次都介紹過㗎，前一仗跑今次嘅150米跑第3啊，但係上次真情咧放到翻嚟入直路咧就潰不成軍，咁所以今次咧落翻嚟跑150米咧換咗呢個雷馬克上陣咧，應該都可以再追一次。第三選我揀翻呢個3號嘅愛寶寶，咁呢馬始終喺5班角逐咧，其實都係好容易可以打入前列嘅。上次嗰個形勢就唔係太好之下咧，入唔到三甲，咁今次咧應該都可以咧提升名次至到三甲佔一席㗎啦。第12場賽事我嘅順序提供係10號嘅烽火戰神、7號嘅純高至尊同埋3號嘅愛寶寶。咁策略上咧，頭先講嗰3隻馬其實都係應該係前列分子嚟嘅，買呢個鐵角位置 Q 咧係比較穩陣。咁下次賽事方面咧，雪蘭我會編排喺4月27日星期日嘅，到時我哋再見啦，拜拜。